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今仔真侪高山拢落雪，新竹县尖石乡的成功国小嘛，因为落雪停班停课。监察院会互立法院裁掉96%，严重影响到运作。监察院今仔宣布要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和中国关押超过2档的北京文化的总编辑负责传出2月接受审判，咱国陆委会是批评审判是乌想，嘛提醒个人去中国就要评估风险。来看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是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今仔透早，本岛上低温伫苗栗大河8.9度，包括拉拉山、有太平山、合欢山、台东、嘉明湖等高山哦，今仔早起拢落雪咯。黄色的碰碰车驶伫壮观的雪地内底，就亲像伫动画世界。强烈大陆冷气团咧影响，宜兰太平山透早5点外接近0度，咧落米雪，米雪愈落愈大，搁出现雪，翠峰山庄那亲像夜堂共款，互游客看到真欢喜。咱们来这过年，来这都落雪，较兴奋嘞。在这边提醒入山的游客要随时关注园区的资讯及相关的管制措施，并做好自身的保暖。低温加上水气高，海拔大约1500公尺的桃园拉拉山也开始落雪，这雪高度大约6公分，对雪地内底的脚趾向前行。海拔高度共款无到2000公尺的关武国家森林游乐区，眼前是一片白茫茫。那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关渡地区在凌晨下起了3月雪。那现在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到2度之间。那目前临路步道雪的积雪厚度也大概有4到5公分。受到落雪影响，新竹尖石乡的成功国小宣布停班停课1天。玉山气象站透早上低温来到零下2.6度，白雪嵌大地，那亲像美丽的仙境共款。台东的嘉明湖、合欢山的武岭、梨山，拢会当看到3月雪的美景。福寿山农场的天地也拢变作银白世界，积雪是达到10公分。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拜二暗时到拜四的透早，由于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寒流的影响，对拜四日时开始冷空气减少，各地是渐渐变温暖，大多数拢是有出日。不过西半部每日的温差犹原真济，会当达到10度以上。深夜甲透早，犹原爱注意低温的威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早起新竹县尖石乡海拔1650公尺的成功国小，还有苏马克斯的分校，因为落雪哦，县政府是透早是紧急通知讲，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尖石成功国小头前的运动场，规片白茫茫，停车场的车辆冒雪，规个砍掉的。磅针显示现场气温无到2度，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佮加上水汽重，新竹县尖石拜二透早落雪，县府赶紧宣布，成功国小、其中国小75个，司马库斯分班25个，幼稚园22个学生停课1天。星光国小跟司马库斯分班早晨的温度只有2度，在绵绵细雨当中也下起了雪。那积雪的部分也造成了交通上面的安全顾虑，所以今天星光国小跟司马库斯分班是停课半1天。星光国小以及司马库斯分班今天凌晨开始下雪。那一早在学生上学之前，我们已经得到我们县府长官的一个体恤，宣布停班停课，所以我们的学生、老师还有家长，我们这边都很安全。主要就是那个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嘛，所以温度比较偏低，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境也比较偏湿一点，所以导致比较高的高山部分有下雪的状况。成功国小顶回落雪是伫1月27日，迄旧历过年期间，学生嘛咧歇寒，所以无停课的问题。新竹气象站指出，新竹县除了山顶落雪以外，伫平地温度嘛偏低，有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平地比较低一点的话是在关西，不过也是接近山区了，大概是9.8度。那至于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在10度或者10度以上啊。看到下雪开心吗？开心！除了尖石落雪以外，伫新竹甲苗栗交界关武国家游乐区，一透早嘛有淡薄仔落雪，民众看到落雪，拢真欢喜。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再来看台海情势紧张，昨中共就发动2届联合战备警巡，出动59架的军机，还有军舰9架包围台湾。咱的国军嘛出动战机甲军舰，嘛发布解放军的影像。针对中国外交部宣布强军伫台海军演，咱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咱将下暝时因来进行联合战备的警巡，双方的讲法是无啥相共。海军左营军舰的官兵提吊件监控中国贵林舰，双方当咧对徛。另外一边的航舰杀手刀工舰负责跟踪监控温州舰，也那电弹军舰嘛跟踪海军的泰安舰。海军捍卫咱的海峡，不互中国军舰亲门大户。台海情势紧张，中国17真罕见一天展开2届联合战备警巡，出动大量的军机、军舰扰乱台湾。国防部发布侦查到59架次的中国军机，其中下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甲西南，还有东部空域的有43架次，加上9架中国军舰、甲2粒空飘气球，形成4面包围台湾。国军严密监控。嘛主动发布 F-16V 监控中国的攻击无人机、P-34反舰机监控无人机的相片。因那中国外交部讲，解放军伫台海军演，批评美国拢无咧管台独。联合战备军巡，历来大概就是1个礼拜差不多就会举行一次嘛。昨天比较特殊，只是说在上午举行一次之后呢，不过他的军舰其实敌军20海里没有离开，然后之后下午他们的这个空军有在进来，这样。顾立雄谴责中国是台海麻烦的制造者，国军掌握中国军方军事行动是联合战备警巡，两方的讲法无共调，嘛引起大家关注。两岸需要坐下来谈，那怎么样能够谈？这个我觉得考验赖清德政府。3、4月本来就是中国军演的一个高峰哦，就跟他们8、9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样哦。中国呢，永远都一定会找一个理由，然后说这是他要做军演的目的。阿帕奇直升机18早起出现伫淡水，香港飞弹发射车去用看到伫路林咧走，机动部署到战略的位置。国军这礼拜展开人讲是小汉讲的即时战备操演，模拟解放军由演习转做是战争，考验国军应变的能力。不过嘛，拄好去拄到中国军方嘛有军事行动，会做一个状况的详定，然后发布。那像昨天这样子一个联合战备军演发布之后，我们刚好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进行相对应的操演。陆军的工兵群伫淡水河口设组长练，使 M3铺门轿车去扛油桶甲障碍物，强化首都款的防卫。海军轻快兵力嘛进驻渔港。顾立雄强调讲，即时战备操演的目的，就是因应中国的侵扰，提升战备能力。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总预算案的合议案，互立法院好决。监察院今仔是宣布讲，要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嘛强调讲，监察院是上大的受灾户，业务费拢互抬了，影响到运作。针对南亚最近批评讲，下乡宣讲目的是要帮罢免来占声。行政院长邓英泰是强调讲，因的目的是要向国人来清楚说明政策。总预算案、复议案伫立法院会去互拿白联手好决，监察院认为因才是上大的受灾户，强调业务费去互删除超过96%，严重影响机关的运作。即马因正式宣布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我们目前真正非常严峻的一个处境，我们监察院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进前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强调讲，会找必要而且合法合宪的救济。不过行政院敢袂得咧提出宪例，杜英泰并无正面回应。针对在野批评伊休困时啊去宣讲是咧助攻罢免，杜英泰回应讲，广义来讲是甲民众说明政府的政策，这并无问题，主要是弥补伫国会内底时间无够说明的情形。如果国会里面的委员先进能够因此更了解行政院的立场，更了解政府的需求跟人民的呼声，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国民党17宣誓要推动反废死甲反戒严的公投，不过杜英泰认为讲这拢是无存在的议题，强调2个月前才执行过死刑，代表死刑伫国内是合法的，并无废死的问题。因若戒严，杜英泰表示，即马台湾无任何时空的条件来宣布戒严，以后嘛无可能。只有中国国民党有戒严的经验，也只有中国国民党不知道戒严的痛苦，也没有可能在今天往后有任何戒严的可能。
不要在黑暗的房间找这2只不存在的黑猫。杜永泰还佫反倒转来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敢是忝啊，呼吁大家心中的焦虑甲偏见放下。不过2项公投拿赢罢免式的推动，条也唔拿伫罢免的议题攻防，未来公投案嘛会成做交锋的重点。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去年中信兄弟是以4胜1败拍败统一狮，摕到队史上的第10座的总冠军哦，嘛拍败统一狮的纪录。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早起伫总统府接见中信兄弟的团队，来表达恭喜。真正无简单哈。虽然我是狮迷，但我还是要向大家表达最由衷的恭喜跟钦佩之意啊。那我也去研究，我说为什么兄弟变这么强啊？4年里面拿了3座的年度总冠军。我研究的结果，第一个是辜仲谅董事长本身啊就打球、懂球，导入了运动科学，也深耕2军农场后职球队战力。总统表示讲，伊虽然是统一狮迷，也毋过哦，嘛是真恭喜中信兄弟，搁再真做是总冠军。总统对每一个球员的表现哦，嘛拢真了解，伊嘛真多谢教练团的拍拼。总统讲到讲，去年哦有276万人次去球场看中职比赛，今年应该会超过300万人。总统搁再强调讲，运动部今年特别挂牌成立了，政府拍拼，互运动产业壮大，嘛鼓励民众愈运动愈健康。再来看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台湾北极文化总编辑傅察2月17日在上海公开接受审判，有风声讲嘛已经互起诉了。咱个陆委会是批评讲审判拢是黑箱作业，外界完全无法度来了解审判的过程哦。嘛提醒国内民众去中国，就要特别注意，要评估风险。伫上海去中国国安单位抓起来已经要2年的北极文化总编辑傅察，也就是李延浩，传出去中国秘密起诉。国台办证实，2月17就已经1审公开宣判。不过代志到今已经1个月啊，咱国这边算是无消无息。傅察先生的案子，我们政府都有掌握，但基于对家属的意愿的尊重，我们不方便透露细节。陆委会甲海基会强调讲，从案件发生以来，拢有咧掌握，配合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不过中国所讲的公开审判，毋若曲水证甲突破，讲因根本是咧讲白贼。立委阁批评中国想要哪交流哪掠人，真正是恶心操白来。他是公开把它当成宣传样板整个审判都是秘密进行。黑箱作业，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所犯何刑，他的证据双方答辩的这个法庭答辩的资讯，外界无从得知。那还有强调他对这个当事人的司法人权，还有辩护人的司法人权的确保，都是谎言。我想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就是言论自由，就是出版自由。而中国为什么这么怕复查？我想复查这几年在台湾所出版的书，不管是整套的世界史，或者是他所揭露中国的现况，其实都已经让中国踹了蛋。陆委会呼吁咱国民众爱把复查的案件当作是一面镜，强调讲若去中国确实是有风险，提醒民众爱做去中国动态的登记。也若声援复查联署的工作小组发声明，复查的案件对两岸文化交流会有真大影响。甲北京法讲应该公开审理的内容，确保复查法律的权益。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台湾警察复查在2023年3月登去中国探亲哦，结果失去联络。后来国台办是证实讲复查涉危害国安，互抓起来。2天来有真侪团体拢嘛声援，嘛要求中国爱放人，也毋过嘛是无消无息。今仔传出讲伫2月已经互判刑，今仔解判新闻，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今日传出讲去互中国判刑的是台湾的警察，嘛是台湾北极文化的总编辑傅察，是已经失踪要2年。这2年来，伊的相关消息拢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无人知影伊确实的情形到底是安怎。伊到底是犯什么代志？中国才要甲抓，咱做回来了解。这傅察其实是伫咧中国辽宁出世的，少年的时阵来台湾了后，对台湾产生认同感，结婚了后就住伫咧台湾。
伫咧2009年的时阵，就成立台湾北基文化出版社。不过，伊出版的作品当中，是有真侪角度，拢是冲击着中国的历史。虽然伊是无批评中国现在政治，不过迄个作品犹原是正做中国甲历史污名单的原因之一。2年前，2003年，伊为着要注销中国的国籍，摕台湾的国籍，转去中国要办手续，就去互掠去。随即互中国指控讲是干涉煽动分裂国家罪，甲伊送审。过2年了后，这2年当中拢无公开出现过。即阵煞就传出讲，今年2月17，中国是已经甲伊一审宣判，不过并无详细说明这宣判的内容。伫咧这2月26的时阵，佫甲伊列入重大危言案件。为怎样咱会讲这复查恐惊是会面临重刑呢？就是因为这2月26甲复查同齐去互列入重大危言案件的，还有另外一个台湾人，就是台湾的社运人士杨智恩，伊是伫咧2022年8月去互中国掠去的，去年已经去互依照分裂国家罪改判9年的重刑。迄阵这复查甲杨智恩互分伫咧共砍，真侪民间团体就真烦恼讲，伊会去互长期关押伫咧中国。所以讲，着声援要求中国要放人，犹原是无消无息。即阵这复查甲 UDN 人也伫咧中国，也有较早前的李明哲、李明居这两个案例，拢是入境中国了后，就去互掠起来判刑。加上最近中国文攻武吓的手段是哪来哪当，所以讲，着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想要去中国，无论是出场也是旅游，拢一定要斟酌评估风险，而且嘛要完成外交部出境登录。万不伊若有需要帮助，才会搁较利便。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咱甲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苏美友，咱继续来关心中国配偶阿雅雅，因为发表武统台湾个两岸统一等言论，互移民署废止移请的居留许可，限制离境。刘委会嘛，搁再强调讲哦，袂搁随在台湾的艺人对待统战。另外有警察伫抖音注册，佮小解家己讲伊是中国人，佮有统战的言论。中立分局嘛表示讲会来调查，卖严办。桃园中立分局传出有一个姓叶的警察，伫抖音用简体字注册口罩，利用中国统战的名词“台湾当归”，甲伊伫平台的名号做“灵魂小当归”，而且小解讲伊是公职人员，嘛是中国人。相片的倒边还佫写我爱祖国，是引起真大争议。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公职人员讲话甲行为都要较谨慎的。我觉得不恰当啊。怎么说？因为他是台湾人民的警察，啊，怎么会去爱祖国？我觉得远景做这件事其实蛮不适合的。怎么说？因为他是代表台湾的公务员啊，所以他应该就是台湾人，他不是算是中国人。中立分局初步了解，这个姓叶的警察伫2021年至2024年下班时间，伫影音平台发表3篇文章，其中2024年11月7日翻点过12点34分，打出伊日时伫中立警分局门口的相片，注明伊当咧上班，已经伫去年12月份为网络顶摕落来，不过嘛影响外界对警察都爱中立的看法甲原则。本分局将严查到底，并追究相关行政责任，绝不宽待，如涉不法，依法就办。目前，这个姓叶的警察，伊的口罩已经关起来。中立分局强调讲，针对警察伫网络顶铺文甲言论，会检查到底，嘛会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若是涉及不法，会照警察人员奖定条例来甲办。公司新闻，桃园报道。再来看，经济部长郭智辉去年提出讲，伫菲律宾建立电脑，再个送转来台湾的供电计划，也毋过引起质疑。经济部评估报告嘛指出讲，一度电的运输成本就要5.5块，成本伤悬咯。部长今仔日立法院是表示讲，3档后绩效应该会大落，未来经济部会实地去考察。为着满足企业热电的需求，经济部长郭智辉去年10月提出去菲律宾利爽岛起再生能源厂，而且把热电送转来台湾的想法。不过评估的报告顶一日出来，一度电运输的成本要甲新台票5块半，等是宣告目前这个计划是真恶执行。针对这点，国民党立委张家军指出讲，日本、韩国甲欧洲部分的国家拢伫重新启动核能的发电，是安怎台湾还要开大条钱去菲律宾种热电？这敢是代表台湾的能源政策失败的？台湾却宁可向菲律宾买绿电，用船运来，也不愿意讨论核能，这样子是为什么呢？跟委员报告，这不是台湾宁可，
刚刚部长也说明了，这是一个可行性的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很多种，包括这个方式是否可行。经济部长郭智慧进一步说明，虽然评估报告内底预估的成本甲经济部1度4块的目标无同款，不过按算3年了后，绩效都会大大降低，未来也是有可行性。到菲律宾去种电或者是设置这个风电设施是可以做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实地的去考察。我们台湾现在目前这段期间，不管是备转容量或备用容量，都是绿灯所以没有电力不稳定的问题。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拍拼和再生能源相关的配套较周知，不是重新启动核电行回头路。根据能源署上新的统计，去年2024年国内用电量是2833.5亿度，是历史上上济。其中工业部门用电量是占上济，不过发电的结果嘛有明显的变化。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头一届超过1成，像天然气发电嘛头一届超过像土炭，核能发电敢若占4%。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内有诈骗集团甲对方的不法组织斗空，偷摕中国民众的信用卡，伫台湾买黄金、珠宝、手机，再搁卖掉当现金。检方是表示讲，至少是有70个人受害，损失超过2亿。嘛，甲中国公安部门合作，已经伫咱国内掠到真侪嫌犯咯。掠人，搁掠人，检警调4波行动伫台湾查缉真侪人，涉嫌和对方的集团斗空，做伙来诈骗中国人士，至少有70个人受害，损失超过2亿。本专案组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由大陆公安部门协助取得被害人证述，为近年两岸合作共同打击犯罪重大成果。中国被害人受骗，假检警的招数是交出现金含金链卡，再搁互国内的嫌犯接手，偷入珠宝、黄金、买手机再搁摕去卖。但是专案涉及下境犯罪，加上今嘛中台关系是真冷，即摆两方强大机制真罕的发挥功效。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帮助提供证据，这是国内诈骗这么多，毋但是骗对方的人士，连国内的人嘛无放过。画图比赛页面爱你参加投票，但是伫投票之前必须要登入LINE的小号。刑事局警告讲，这是诈骗网页，若是输入小号密码，私人的社交小号就会互偷走。盗取民众账号以后，再以这个账号去向其他的亲友去进行诈骗，比方说要求借款或是需要资金周转等。那这个案子，因为这名民众收到其他亲友打电话来通知说有账号被盗的情形，他也立刻去以其他管道通知亲友，所以没有人受害。对过去的通不投票，即马变做画图比赛，但是后壁的目的拢相同，就是要偷摕国资、扩大骗的对象。伫早起有效防杜绝进前，民众的生活大细项代志一定拢要加注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的文山区，初六才发生一架比特犬跳出停车坑，加上撬倒摆民众的事件。昨暗共一架比特犬搁伫大安区加人，外界是质疑讲动保处一直拢无对这主人处罚，昨暗才推出2张罚单，嘛要来安置这只狗仔。市长周万安是要求动保处得爱针对饲比特犬的主人来加强安全的教育。台北市文山区伫3月初6，才拄发生有比特犬跳出车窗共夹着伤的事件。无想到17天一只狗伫大安区搁一摆发生跳窗仔门夹人的事件。动保处认为讲，这饲主已经无法度好好来管理这只狗仔，除了分别罚因5万和15万，而且甲这只狗仔没入。财政局已经开罚，最重是15万，累积第一次的裁罚就是20万，而且会将攻击性的犬只拨入。周万安表示讲，已经要求动保处一定爱对饲比特犬的饲主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措施。不过，传出有民代去敲这个案件，才造成台北市动保处反应是慢一步，隔真侪天才有裁罚的动作。对这台北市商法局是否认，而且要求需检讨裁罚和作业定数。没有议员官说的这样子的事情。但是，确实在第一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到10天、11天，动保处的裁罚都还没有出来这样子的情形。我昨天也立即要求动保处即刻检讨相关的裁罚的这样子的程序。
徐医师提醒讲，彼得肯这压力是真强，万一若互彼得肯攻击，千万是莫甲拍，因为有可能会造成彼得肯愈加愈大力。建议利用手机这物件来转移伊的注意力，再甲因的嘴口开。比特犬哈，它们的咬合力非常的强，它其实是一般狗的好几倍的咬合力。越打它或是越踢它的话，它其实会咬得越用力，越怕它的猎物跑掉。那像树枝这样的东西，直接塞到它嘴巴跟你咬合的那个中间的地方，尽量把它撬开来。彼得肯2摆对车顶家己开窗门跳车，甲骑奥多巴的夹着伤，引发社会讨论。不过，有网友质疑讲，饲主甲狗仔扭起来的时阵，后座的车窗的齿子无作用，弄一开驾驶座，才甲车的窗门关起来。认为讲饲主讲彼得肯家己去饲着这车窗的齿子的讲法是真有疑点。详细原因嘛是要等后壁的厘清。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刑事局抓到全台湾上大规模的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改机案哦，一个46岁姓陈的嫌犯，伫网络买改机的晶片，伫面册来广告，一台是收6000块到8000块。伫改机了后，唔免搁买游戏片，啥物拢会当算，嘛已经改850台哦，赚480万。侵权的市场价值是超过1亿。这个嫌犯已经以涉犯著作权法向以上法办。远景摕到数色票，你去46岁单身犯嫌伫咧花莲的徛街，当场查到拄改机完的电动机仔。刑事局破获全台上大任天堂 Switch 电动机仔改机案，查到盗版的电动上万种，侵权超过1亿。把改机的晶片，把它焊接到原来的机器的主机板上，执行开机的时候，它的那个读取的方式就会绕过主机的检查措施，进而去执行盗版的游戏。警方表示，单身嫌犯利用面册推销提供 Switch 改机的服务，以一台6000至8000块不等的代价，当日就当完成改机，会当互买的人免费下载上万种的电动来耍。单嫌先伫咧网络买中国製改機晶片，搁再杨接伫咧电动机主機板頂懸，以無上網的方式來執行盜版的電動。警方專案小組登記來追蹤，發現單嫌透過宅配公司營業所作為收貨所在，而且當日你完成改機了，就寄轉去互買的人，刻意製造斷點。犯案的時間有2年，已經賣出850台改裝機。陳嫌他經營的時間長達2年之久，已售出850台的改裝機。那初估侵權的市值超過新台幣1億元。刑事局強調，單嫌以改機為業，無相關的專業背景，初估不法所得超過480萬塊。立項任天堂已經提出告訴，後續專案會以涉犯著作權法第80條，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公視新聞台中花蓮報道。为着要解决地方本色的问题，部分县市规划讲要起焚化炉，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表示讲，焚化炉会造成空气污染，佮会制造路底泡哦，影响到健康甲环境。因是呼吁行政院应该爱停止焚化炉的减税优惠甲补贴，避免去影响到环境。本色山号环保团体考试变成台湾的新百月，为着要解决本色问题，部分地方政府规划要起焚化炉。不过环保团体不满焚化炉产生空污，佮有炉屎，对健康环境拢有负面的影响。但即马煞适用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的重大公共建设范围，得到减税佮补助。焚化炉跟掩埋场，它对环境生态还会带来沉重负担。你给它补贴的话，那你是不是在图利污染者？环团认为推动本色分化，袂当帮助本色为源头减量，嘛不利推动循环经济。继续鼓励焚化炉的这个新建，就会导致源头减量，完全阻断源头减量措施这样子的一个元凶。提供焚化炉相关的奖励措施，那根本跟推动循环经济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它变相造成废弃物处理的廉价化。10外环保团体集合会再带着请愿书来到行政院头前，呼吁起焚化炉停止适用促参奖励。政院嘛派代表接下请愿书。我们会给环境部我们相关的部会来做一个研议哈，也在征询地方政府，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到高阶进前也无法度取得环境部的回应，环团呼吁政府唔通阁黑白开钱，纳税钱应该是用来鼓励本色源头减量，佮循环利用，才是正办。公视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报报道。
台湾今年每当拢会推出冰架的主体，今年价共是有100件，平均的价数是比实价登录阁俗8%哦。伫大多阁有无到1000万的厝通买，也毋过最近受到央行第7波信用管制影响哦，以及毋若投资客会退场，想要捡小海买去嘛平平尔尔。今日起，伫台北松山区，即号瓦近捷运南京三民站相款的独栋的花下，宽敞的面积41平外，总价是2796万，大约是当地区晓行情市价的9样节。原来这是台湾金联公司所举办的1年1度冰架主体的物件之一。我们有一部分是过去承受的这个不良债权的这个物件哈，那本身就价格比较低，从拍卖市场标购回来的物件也可以说比市价稍微要低一点。我们的人力成本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在里面，我们可以比这个所谓的市价稍微低一点。台湾金联回应讲，今年的冰架主体物件计共有100件，每一平平均的单价是比去年同区段实价登录平均降价8%。以这回物件来讲，每一平单价上悬的物件是伫台北市内湖区瓦近内湖捷运站，每一平单价95.5万；每一平单价上低的物件是伫桃园龙潭，每一平单价大约是12.1万。不过，上户有咧欠钱的上班族，目睭一金的是伫台中汉口路的套房，300万就有走。业者是回应讲，虽然物件的价数比市价较低，不过受到中央银行第7波信用管制的影响，贷款的成数有限制，是对90天延长到120天。这些社区它可能过去会有一些法拍的物件，可能社区的住户背景上面会相对的差异性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因为它其实已经从法拍市场这一边被台湾金联这边整合完产权了，所以它不管是在产权还是在物况上面呢，其实都很干净。专家预计讲，受到中央银行管制措施的影响，目前市场观望的气氛真高，就算是冰架的主体，除非物件是非常的突出，若无新购的状况，恐惊会呈现差不多维持，或者是小可降落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3月2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早起有环保团体是针对3月初1开始，露营的场所若无设太过水的处理设施哦，就要处罚。伊是呼吁讲，政府应该先辅导这露营场所合法化，再个进一步来管理欺诈废水。露营风气真事件，伫山顶露营风景好，空气好。不过露营区的生活用水，若是直接排到河川，时间若久，山顶的水源头长期受污染，会影响民生用水。根据环公署今年2月统计，全国有1906个露营场，伫水污染管制区大约有1800外个，其中合法的敢若137个。8日就有环保团体表示，目前大部分的露营场拢无合法。虽然环境部有公布，对3月开始，露营场所要设立污水处理设施，若无会裁罚。不过，环团认为，伫大部分露营场拢无合法的这款情形下，地方政府会真恶执法。如果他要管制的话，一定是要先让所有的露营场大部分都要先纳管，然后纳管完了以后，他才能针对这些所有纳管的统一去做稽查核的动作。环团认为，上重要的问题是环公署要安怎提悬露营场合法比例，才通进一步要求环境部、地方政府来执行水污染的管理。因为目前台湾有各种大小类型露营场，拢无法度符合露营场管理要点的规范来申请合法。环公署是表示，有关环境部为着要保护环境安全，避免水污染的情形发生，已经将露营场纳入管理。若是违反规定的情形，会依法规处罚。相关执法标准的调整以环境部为主。这个污水的排放，还有合格的露营场的污水排放，都要进行抽查、稽查，然后要公布，而且要重罚，这样子才能够遏制不法的排放。环团表示，全台将近98%露营场设伫水污染管制区，其中敢若7.3%合法。尤其南投、苗栗县露营场拢超过400间，烦恼当地水源区的水质会受露营区的污水影响。环团表示，3月2日就是世界水资源日，希望大家同齐重视水质保护，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负起执法的责任。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智慧车市甲智能车市的展览幕今仔开幕，交通部嘛要推出2030年市区的公车全面电动化，所以今仔的现场冇电是新型的电动公车哦，充电只要15分钟，驶上高速公路嘛无问题。这台是阮第一台充电15分钟的电动巴士。
爬起哩电动巴士，这台和英国无共的是充电充真紧，只要15分钟就当充饱。业者讲这台马力有够，会当驶去哩高速公路。这是业者配合交通部推动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所设计的电动巴士。我们也希望说各县市政府啊，全部都使用电动公车。那我们针对各县市政府，他们可以我们补助他们一些金额，就我们补助给县市政府，然后县市政府再补助给他们自己的客运业者。交通部表示，只要客运业者愿意换电动巴士，一台车至少补助370万，上悬会当补助到670万，希望透过补助加速公共运输减碳的脚步。这一只准备要拍打的是笋糖，是一只专门咧食喷的好糖。该拍打了后，更有丰富的蛋白质，会当摕来做动物的饲料。基本上透过黑水母来进食有机废弃物呢，它可以很快速的转换成其他有用的资产。2050哦，我们叫净零排放哦。阮新湾署上重要的工作就是甲咱脚卡吼，较早会当变做粪扫这类废弃物，全部卡起来做循环，起来做再利用。环境部表示，不管是交通车，也是循环肥料，这拢是政府部门为着2050年净零排放所规划政策。环境部表示，离2050年还有29天的时间，望民众会当斗阵配合，透过生活当中的一寡改变，做伙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戴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按说要伫台北时间今仔暗时，甲罗西亚总统普廷将对俄乌战争的临时停火协议来通电话。有媒体指出讲，川普认为讲普廷应该会接受30天的停火期。也毋过乌克兰嘛强调讲，因绝对袂伫领土北约甲苏联防务来让步。这几天乌克兰的军队占领罗西亚的库斯克地区，是面对罗西亚军队的大反攻。73岁罗西亚负责人苏库拉托娃，伊的手拿串拿第一张纸条啊，靠咧对电话当中的后生讲我爱你，因为乌克兰强烈轰炸库斯克的苏家区，苏库拉托娃的厝毁掉了后，伊的翁婿也互倒去的厝地势。即天伊要甲共村的厝边做伙到其他的所在安置，这帮替离居民的马术顶面拢是坐伙人，因的情绪非常不安，有人咧哭，阁有人需要医疗的照顾。Ой, что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жить? Ой, это страшно, мне никому не приснится. Никому не приснится, я сама могу лежать. 罗西亚和乌克兰当地库斯克激战，乌克兰去年8月成功夺取库斯克地区，占领几60个重要的城镇。不过最近几个礼拜，罗西亚和北韩的军人联手大反攻，致使乌克兰一直咧败退。Вс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Курск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выдавливают, да, там ребят давят сейчас уже, суд же, но суд же сейчас доста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м их выкинули, и они разносят город, бомбят. 罗西亚和乌克兰的居民同款拢是对战争非常的惊吓。不过，这场已经拍超过3年的战争，当时才会当结束。美国川普政府真积极咧调解，表示求伫罗西亚手头。原来罗西亚也证实，川普和普廷会就此展开热线的通话。Да,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ак. Во вторник готовится такой разговор. 佩斯科夫唔愿讲任何关系到这场美国和罗西亚高层通话的内容。不过，根据路透社等媒体，川普政府认为普廷应该被拒绝停战30天的建议，只是伫美方官员一直强烈暗示乌克兰应该伫领土的问题顶面做出重大让步之下，乌克兰方面对这场美国和罗西亚的通话并无相关的期待。Like, of course, there's no trust, but yeah, politics is politics. If every war comes with negotiations, so if we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so that's what we should do. Ні, ми не стали на крок ближче до миру. Розумієте, переговори про мир в Україн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між двома старими маразматиками, це нонсенс такий, що навіть я навіть не знаю, як передати це нормальними словами. 针对这场由川普主导的和平谈判，乌克兰也画出3条红线，包含领土的主权、加入北约和缩减防御。不过，分割领土和乌克兰加入北约这2项重点，恐怕也是这场谈判当中，罗西亚总统普廷敢要接受川普停火提议的核心重点。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
再来看加拿大新总理卡尼就任了后，17是去英国甲法国访问。有记者问伊讲，川普讲要甲加拿大立做是美国第51州，卡尼是表示讲已经有表达强烈的谴责，嘛表示讲川普就要先停止对加拿大发表无尊重的言论，双方才有可能会当坐落来谈判。因为有美国总统川普持续攻击加拿大的主权和经济压力，加拿大总理卡尼到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讲到关税、最近乌克兰的情势等等，寻求这个和加拿大关系上久的盟友之一的支持。卡尼用英语和法语来发表讲话，伊嘛讲，干那法语这个语言就定义加拿大的认同和文化，因才需要和盟友法国加强联络。Cet engagement commun aux côtés des Ukrainiens a toujours eu pour objectif de parvenir à une paix solide et durable. C'est plus important que jamais pour le Canada de renforcer ses liens avec nos alliés fiables comme la France. 卡尼所到来是去英国伦敦，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来会面，国王是用红色的内裤带来见人客代表支持。卡尼所到来就去东陵街，和英国首相史凯尔会面。Shared history, shared values, shared king. Our security cooperation, which is seamless, is essential. 这是卡尼14就任了后第一摆出访，虽然讲气氛真好，嘛得到支持的表态，但是记者真清楚卡尼要面对的挑战是唔难的。Nobody's come out forcefully and said those comments about the 51st state are just not on. Do you think that our traditional allies are not sticking their necks out because they're concerned that if they say something that'll anger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y'll be next? Canada's strong. We can stand up for ourselves. They're disrespectful. They will have to stop before we sit down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about our broader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卡尼讲的这个话是伊对1月上任以来川普上强烈的批评。两个人是还未开始对话，川普对卡尼接任总理目前嘛是拢点点无讲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婚姻关的卫生局为着要留调护理人员，提出3个计划哦，包括要来培养100个公费的护理师，佮要用5400万来改善工课场，钱是该想办法，也毋过望讲上紧明年就当开始。今年1、2月，全国急诊探望人，凸显护理人员不足的困境。婚姻关经估算，原来大约2385位护理人力，虽然符合合并比率。但离护理团体要求的比率缺口，各155位。文管府近期因年3营运计划，希望来补助护理人力。就是未来的3年哈，我们针对留任在云林或是新聘到云林这些急救责任医院的这些护理人员，我们每个月可以给他们加码哈，就是加薪3000块这样子哈，补助他们3000块哈。除了每个月加薪3000块就任，也希望透过5年8000万，提供在地学生积极教育补助奖学金，选读护理相关的科系，毕业后第1个年就业。另外，也规划5400万经费，针对护理人员投入照顾厝内长辈优先这场计划。云林县里面或者是云嘉的场域的学子都有很大的注意，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那进而反到我们的云林县的6大责任医院就职，这个相当的重要。包含就是说在托老或者是托育的这个区块，能够想出资源相对应的连接方式，对于我们的这一些医师人员返回早日回到职场有相当大的注意。云林县卫生局就讲，目前提出这3个计划。初步已经和县内7间病院讨论，所需要经费大约4亿外，但实施办法搁在讨论，未来搁需要送云林县议会审议通过。内等顺利，预计明年上紧就等上路。希望达到将县内护理能力补助到3000人目标。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来看这个月初，台中市发生驾驶无驾照哦，佮啉酒驶车去弄红灯，弄死一个大学生。台中的警方嘛连续3天来进行酒驾的大执法，也毋过今仔透早又有人啉酒驶车去弄着护栏，拉落去大牌，一个驾驶受伤嘛掉伫车内。位于台中市西区金城路上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冲破栏杆摔落马眼头溪的交通事故。经查，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大墩5街沿金城路往五权西路方向行驶，行经右弯道时未能顺利转弯，撞上人行道及路树后冲破栏杆，摔落麻园头溪。
今仔透早4点外，一个姓张的查甫人驶一台红色轿车伫五泉西路要驶越来时，因为速度上紧失控去弄到护栏，人甲车嘛摔落去3公尺深的盲园头溪。消防人员甲人救出来，人是无性命的危险送病院去治疗。这个查甫人有啉酒，警方嘛以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再来看高雄的金沙湖市场有住户真不满因本地停伫停车架车互打伤煞走，所以去报案。警方是表示讲，伫停车架摆档是违法的，煽动民众的车嘛涉罚强制罪。你讲，大哥。不管花商市门林理论徛好报警，伫高雄定新路馆顶的金沙湖菜市场，外围定看到摊贩摆搭，有的伫红线馆顶，有的占据停车架，甚至有徛好乌托邦停伫合法的所在，互摊商耍走。就因为挡掉摆搭的动线，互当地徛好非常不满，双方面一度起口角。他有使用权，住户要停车的话，他觉得说他觉得说他的客人要停车还是怎样也不方便。有时候过年啊，车子很多啊，我们出入的话，他会骂你说白痴哦，你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我们这里的住户啊，不然我开到哪里？当地是传统早市，一透早常常看到交通混乱，当地民众讲有受影响，所以嘛唔知要安怎。警方表示，这个外围无属于市府合法登记摊贩的路段。市府经发局嘛表示，按照着相关规定，无允准伫个道路摆搭，相关会当罚2400块，而且要求行为人就要须停止。关于摊贩于鼎新路上设摊之情形，因非属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合法登记设摊路段，系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阮上惊警察啦，因若报阮就讲哈，进来阮他警配啊，警察啦那讲，我们这个是都违规的啦。但是就是给我们方便，让我们能生存做生意探钱啦。走访现场，外围摊商卖节嘛发现有机车的停车架互故意占位，外围摊商大部分拢知影是违规，嘛讲警方到场就会耍位，为着生活也是希望有机会当摆搭，嘛会尽量配合，避免造成对方的困扰。广西新闻网刘婷丹很坤个报道。来看台东县有360公顷是种改良品种的山野，其中下雪这款品种本地一担会当收800外吨。也毋过，去年风台天气又搁连咪冷、连咪热，有的果子园产量只剩1成。县政府是表示讲，虽然去年的风台已经有申请灾损的救助，也毋过嘛请农民搁再来申报受灾状况，依照相关的规定来申请天然灾害救助。这2天气温雄降落来，台东又搁咧落雨，湿冷的天气，互当地开花结籽的下雪山野园看袂到果子。农民讲，顶礼拜日台东才出现高温，气温一些悬一些低，影响到山野的结籽率。而且去年年底已经互风台吹断树尾，即马又搁拄到无稳定的天气，今年的收成恐惊只剩1成尔。今年就可以看到像果园这样子的状况，那个叶子其实很少，开花是几乎将近90%，问题结果率不到1成。台东有360公顷的改良山野园，其中关键的下雪山野占一半。官府表示，去年的风台风灾有100多公顷的山野园已经申请过农损的救助，今年又搁出现无结籽的灾害，敢袂当搁申请救助，该看实际结籽情形，才搁向中央提出。是否是属于同一个产季的一个作物的情形？那如果说非属同一个产季的话，那农民的部分还是可以在依天然灾害的救助规定来去申请相关的一个救助。官府提醒农民受灾山野园爱翕相记录，才搁按照规定向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广西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健康署伫2020年开始扩大4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来做器官的体检目前嘛已经有7成的民众有去体检，也毋过若阳性，就要来进行病毒量的检验。也毋过因是指出讲，阁有8万外阳性的民众无当来检验，因呼吁爱赶紧来检验。2、1 ，C 肝筛检有成效。肝癌是2023年国人10大死因第2名，有8成肝癌患者来自 B、C 型的肝炎，慢性肝炎也可能发展做肝硬化，是健康的威胁。台湾自2020年开始，免费予45岁以上的民众进行 B 肝、C 肝的体检，去年阁提升补助金额，到达已经有7成的目标对象接受C 肝的检查。
以前我们这个109年扩大之前，1年只有做这样的检查，大概平均8万多人吧。可是我们开放的109年开放之后，110年1年就做了多少？就做了124万人，就平均每一年的速率都是以前的10倍。一般的族群大概要筛检的接受度都还可以。那现在有一些人就是特别顽固的这些人，我们用快筛。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示要伫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台湾希望透过体检支持治疗这款方式，提早伫今年达成 WHO 的目标。若是找出新冠检验阳性的民众，就要鼓励进一步检验病毒量，规划治疗计划。但是国健署指出，有8万外的新冠体检阳性民众，要被接受病毒量的检验。我们会分2个部分，一个是请医疗机构这边来帮忙协助把他们找回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会请县市的卫生所跟卫生局来帮忙希望能够把这些人通知他们及早回到我们医疗机构来做确诊的动作。国健署分析，因为部分新冠体检阳性的民众，可能感觉家己无症状，就未去进行第2步的病毒量检验。国健署强调，后一步伊会主动透过医疗机构、卫生单位通知者已经知影是新冠体检阳性的民众，请因赶紧回来进一步检查。记者阮郑春由台北报道。去年伫台湾东北外海洋捌出现真罕见的看喙鲨鱼，其实海洋保育署伫2021年开始，就透过卫星放流追踪的技术做长期的研究，望各位当来提供保育行动真重要的资讯。一发现网仔内底有寄口刷出现，研究人员赶紧将 GPS 装伫鱼池台顶悬，刷到来放流追踪。海洋保育署陆续伫东部海面添2枚寄口刷装卫星装置。其实台湾海域，尤其是软骨鱼类，无论数量也是种类，伫咧世界上拢排居头顶。透过这项研究，咱会当知影这鱼啊主要的生活海域深度，进一步去了解要安怎甲因保护。评估它的危险程度。濒危是不是要保育的这些政策，可以透过我们对它的了解跟研究，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订定很多保育政策的参考。海保署这3天来，拢总收到9种软骨鱼类的卫星放流数据，其中引起注目的都是寄口刷的资料。海保署表示，自1976年发现第一批寄口刷以来，全世界敢若200多笔的记录，数量真少。不过台湾就占1半以上。渔业署也伫109年公告禁捕寄口刷。海洋大学教授曾修正讲，寄口刷也无法度列入保育类，因认为上好的办法就是为保护区。我们调查之后，知道它的出现的可能的范围，把那个区块划起来说保护区，到了季节的时候，那就不让渔民进入。这个是一个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基本上它一定会面临很大的抗争。曾修正强调，寄口刷因为生活的区域甲渔民掠鱼的海域有顶塔，因此为保护区真具挑战。只是海洋资源消失的速度变紧，要安怎维护生态，是大家拢需要来注重关心的。记者柯家主、柯昭雄、郭永昌报道。已经过身的台湾布袋戏国宝李天禄，伫1970年代捌教过一阵法国的徒弟啊。最近伫法国，这学生要来分享台湾布袋戏对因的影响。烟花活动时是一件真奇妙的代志。事实上，自1970年代，头一阵法国的学生来到台湾参咱的国宝李天禄学布袋戏。李天禄是台湾布袋戏团叶婉珍的创办人，是婉珍系统的开基组，海内外拢有徒弟，在台湾有真重要的地位。1970年代，李天禄捌教过一阵法国的徒弟，像讲大徒弟班任路在1974年创立小婉珍剧团，唔能互布袋戏在法国真受欢迎，嘛行遍世界80几个国家去表演。他不要我一直演台湾布袋戏，因为说你不是台湾人，你法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所以你要自己做你的戏。所以我运气很好，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老师，不过他很开放的人。这届在台湾舞戏馆和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规划的研讨会，唔那班任都有来分享。另外一位在2006年和李天禄大汉后生陈世宏拜师学艺6年的法国人女士嘛来参与，教他继续用现代方式和女性的观点来开创布袋戏艺术。C'est marrant de m'apprendre ça parce que c'est un personnage qui a été soumis vraiment à quelque chose d'un changement physique de l'ordre du corset, etc., une transformation physique douloureuse. Mais on me l'apprend aujourd'hui à moi, une femme libérée. Et donc il y a quelque chose d'intéressant, je trouve, dans cet échange des cultures et des époques. 台湾布袋戏和法国的缘分到达50几年，嘛进一步带动法国红仔戏演出的技巧和方式的创新。
另外，台北五戏馆嘛用体验工作坊，和民众来学本地戏的脚步手路。有民众表示，像法国传统的红仔戏剧鸟，嘛碰到观众流失的问题，看到本地戏有路的技巧，嘛可以找到未来的希望。Que nous en France, on a un peu perdu avec Guignol, avec la marionnette en France, où on doit de nouveau faire vivre cette culture-là, et c'est un enjeu. Et là, de comparer, ça donne pour nous, pour les marionnettistes en France, un très grand espoir. 民众表示，这间交流唔能让因了解法国的红仔戏安怎受到本地戏的影响，嘛让因有新的思考，认为台湾本地戏会当让法国的红仔戏有新的生命。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